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上礼拜，我们去到台北太和堂，看到很多后生人用来用文化创意、文老屋新的用途。下礼拜我带大家去到清早推动老屋高利用的台南。照孤独保存再生基金会的调查，到2013年11月底，台南市老屋高利用的案例有242座位所，其中54座位所变做民宿离沙，84座位所同艺文设计有关。其中有一群佢特别的文创新移民，伊能认真地一定中意孤独和丰富的历史文化，中意台南老屋的特色温暖，故所屯老屋평下来开店的，屯有2百生活评价的空间，加入设计人的创意，打造出特别的创意小店的，평下来认识一群台南的文创新移民。是要户外写生啊，或是你要做任何手做的东西，其实它的气候条件都非常适合你身为一个创作者去创作。我们希望小孩在一个有自然环境，然后又有文化的环境中长大，所以我们就选择移民来台南。这个地方真的不管是环境或者是这个地方的人都很可爱，那就是让我们选择愿意留在这个地方。后堂的钢琴生本人堂的关于本陶冶人齐万田是钢琴先生，屯学世界的老公李伟贤，佢考台南孤独的生活普调，向下搬到台南市来去。前面巷的地步的老屋的开家闭馆，最近又屯隔壁的老屋的整理好，装作细细温馨的展演空间。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比较轻松的，那可以。跟更多人可以分享自己的音乐，也让这样子的音乐可以在就是平常的巷子巷弄里面，而不是一定要去演奏厅，然后才可以欣赏音乐。用公婆其他吧台准备餐点接待人客，一条队充满接纳落来评论享受的音乐，一到咖啡馆就本人有一种该悠闲该吃菜的感觉。很喜欢啊，就觉得很舒服，就坐在这里一个下午也 OK， 我觉得对，很舒服。台南很多这样的地方，我觉得就因为你不把它利用一下，你就要拆掉了，那就很可惜啊。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。对处理老屋变压、油漆到现做等咖啡馆的每个素材，如係李伟贤自家做的。房子看到就是采光跟落地整个落地窗的那个光线很好。然后通风也不错，所以应该就觉得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很放松或者没有压迫感的空间。所以我在设计上面就把桌椅全部是用低的，然后一些老的物件，然后再配合新的东西，跟自己手做的东西，像桌子跟椅子都是自己设计，在自己有些是自己施工。整修上面的困难可能就是一些线路，还有它的结构。那当然以前的墙壁，就像我们常常就是会有壁癌的问题。要去处理，要想办法。当然，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处理它，对，因为它实在是很难去完全的把它铲除，对。那我们就选择另外一个方式跟它相处。李伟贤齐万田两公婆虽然漂嘅贵东老屋嘅，52項倡議樓轉做咖啡館來用，一樓係藝文展演空間，韓國保留嘅本地老屋建立做下嘅格局。有3個空間可以運用，對，那讓作品它如果說有時候是碰到不一樣的藝術家的話，就可以有一個區隔性。台灣還是需要可以給更多的創作者一些空間或者發表的地方，讓大家可以吸收到新的聲音或者新的概念。因為是在巷子裡，而且這是老的傳統的巷子，又不希望去影響太多這邊基本原來的生活狀態。西巷嘅地步嘅咖啡館，門面招牌唔見面個大條，個有藝文氣息嘅兩公婆，漂嘅老屋嘅完成夢想經營咖啡館，希望傳達喺台南溫暖色彩嘅生活感。我們也不會希望說，很多商業的宣傳讓更多人一下子湧來我們的店裡面，因為我們希望它是有存在一些空間感，而不是就是每到客人很多，然後絡繹不絕，我們就為此感到很開心。這樣我們是要傳遞一個生活的態度，對，讓來到這裡的人都可以覺得很舒服。
喺台南漂路木嘅屯充滿歷史性質嘅空間，硬業創意再個使用，其實佢普遍，還有一股文創移民潮。藝術工作者葉夢燕，大學畢業過後就留喺台南，漂嘅路木專做教學生嘅美術教師。因為我哋從龍大學念書，毋過來阿片都過久嘅，所以都定居佇阿片嘅。過悠閒啊，無乜嘅事情，毋過是咧做自家想做嘅事情安尼。路木嘅時陣係國俗，我係想講煮方來安尼愛是咧個是咧負擔安尼，毋過時間久誒都會有感情，都會想講路係一個好有風，有空地，就是咧安尼行誒，攏過舒服安尼。廖建峰曾阿批，咪係對台北來嘅文創新移民，一旦到台南看到買一家世界嘅流行 T-shirt， 因為過後台南市重視佢嘅氣氛，就睇亞隻嘅漂嘅一間路木，一樓做店面，二樓是家客，三樓係工作間。不止台南有老房子，全台湾各處都非常多的老房子。那我們其實也不會以一個老房子的出發點，我們是老房子，因為其實台南太多都是50年、60年、80年的房子。那最主要是說，我們是希望說，你用一個這樣子的老的結構，你有沒有辦法保留它好的部分？它其實保留了某一個時期的美學概念跟居住房子的習慣，因為那個時候租置房子，希望除了有它的美學之外，最重要的是它房子結構的設計。其實因為當時可能沒有冷氣啊，或是它沒有好的照明，所以它需要做很好的通風或採光。那其實以現在如果你想要住一個比較環保的房子來說，以前的這種房子其實具備了某些環保的條件在。所以其實很適合作為我們開店，同時又作為我們居家使用。流行 T-shirt 文創店去年能正式開幕，睇下之前廖建峰曾阿批用咗3年lang嘅時間去做全面廢塑再生計劃，喺台南嘅街巷，讓本人結合嘅廢材，提整好拿來做店面裝潢。店度看到嘅素材、竹燈、看上嘅東西，甚至係天氣都係廢塑利用，整好再個利用嘅。門口嘅品質充滿，係用台南高鐵無同樣風格嘅樹叢嘅地位，個有彩體台南人生活嘅氣氛。我盡量選取是台南的紋理啦，所以因為都在台南撿到的，所以我在當初在選擇窗框的時候，我會選擇台南那種很有名的小兒科的窗框，雖然它已經歇業了，在民權路上。然後選這種八個的窗戶，這8個窗戶比較有趣是它是日治時代的，那因為日治時代沒有上油漆，是直接上直接簡單的塗料，所以它都保持原色，那它做的也比較精緻。常常都看到一個東西的時候，你就會回想當時收集到的那個時候的情景，然後那時候會覺得說用它更特別珍惜，因為你可以知道說這些人就是他有那個歷史，他有那個故事在裡面。可能係認證客家血統，廖建峰發揮行業唔農客嘅精神，引來嘅廢料以限制個加工做假期，專做品牌嘅副牌來經營。你可以在外面常常撿到丟掉那個櫃子，不管是新或是舊的啦，那丟的可能它就沒有底了，就剩這樣，這樣其實很難利用，所以我就想說把它拆解它的板材，所以大部分拆下的板子上面有很多釘子，其實我們都可以直接把它鋸掉或是處理掉，然後它就可以做成非常多的材料，就是變成一個做木工的基本材，你要拼接成桌板，你要做成小小的吊飾。最簡單切成一個杯墊，拼接皮諾基鐵腳燈、筆貼、台燈，都係發揮環保社會精神能有嘅再生產品。為到落實省能減碳，店度唔裝冷氣，電都係用老木本單嘅天井，配合沙充滿，本然有涼嘅感覺。老房子裡面都有天井，那天井其實就可以產生煙囪效應，是可以產生一個很好的對流，但是它必須要把風吸進來。所以你必須在低處的地方，尤其是1樓低處的地方，去創造讓風進來的孔洞。所以就是我們把
夏天的时候，天气热的时候，我会把部分的玻璃换成纱窗，对，然后就是让那个热对流产生烟囱效应，然后就很自然的循环，对，就会产生很凉的感觉。萝卜嘅再工利用有保留农白嘅生活品质，落实一个理念嘅还有一件手工卡棒嘅点，都分享一本新人嘅韩国好嘅生活环境。嗰所規路客人搬到台南來去，就睇巷嘅巷，前面6平安泰嘅番茄屋開店。因為它非常小，它一層只有6坪，然後有3層樓。那當然，因為它已經50多年了，然後它的隔間上一開始來的時候，隔間都很陰暗，然後沒什麼採光，然後當然壁癌或者什麼很多，然後甚至連屋瓦都壞掉這樣子。那我們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照原貌修復，除了比較隔間因為讓它太陰暗就把它打掉之外，然後保留了磚牆，然後連屋瓦都是請一個70歲的老師傅來整修這樣子。對，所以就是基本上是照原狀。因為空間唔大，呢片工作室運送物資和大為衝天降嘅獎。一來的時候，這也是我們的工作室，所以像2樓跟3樓都是做裁縫的地方，所以我們3樓做了一個滑輪。就像以前這樣水井有沒有吊水井，然後把布跟皮這樣拉上來，因為我們的樓梯非常小。手工卡棒嘅美國油菜地特色，世界加為台南個有名嘅孔廟技術，會受到外國人客嘅歡迎。因為我們移民來了台南，然後就想說能為台南做什麼？那當然我們是創作人、設計人，我們就是用設計來回饋這個地方，所以我們就是以台南的一些意象，比如說孔廟，我們最有名的台南孔廟包。就以台南孔廟的飛檐跟馬背為設計，然後做了一個很美麗的設計。這個設計已經得了3項國內外的設計大獎。巷嘅度細細一間店，門口對面還有連山阿伯提嘅看報紙。入到店巷，該從入到冷熱嘅蔬菜，本人撮樣一下。隔壁的周北北就每天都會幫我們招呼客人，他都會跟客人說：他們今天沒開，或者說：他們有開可以進去，這樣子。對，就是大家都還蠻好的啦，因為我覺得。畢竟，比如說以前在台北，可能你連鄰居都不認識，因為台北人真的生活比較忙碌。那台南人說真的，生活上都蠻悠閒的，所以大家也比較活得像一個人，溫暖的人，大家可以互相關心、招呼。台南蘿蔔空間再個利用整體發展，蘿蔔嘅唔係像本人故事冷縮嘅感覺嘅，一群來到台南嘅文創新移民，好多孤獨嘅文化內涵，有限嘅生活步調。同溫暖舒適嘅又有老師味嘅蘿蔔嘅，加配世界人嘅新創意，打造出感覺完全冇共用，又改新式嘅文創小店，俾本人在個看到台南蘿蔔嘅嘢獎。